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你敢有听过什么叫做坡坡医生吗？为着救人济世遭天涯，读着学位转来遮，偏偏学制训练无相款，小井资源头真大，咱病患的这个医疗品质是谁来担？今仔日4位专家同事者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本土齒科小醫師聯盟理事姚欣怡。大家好，我是本土小牙醫聯盟理事姚欣怡。那麼第二位國際齒科校友聯合會理事長林宗益。大家好，我是國際牙醫校友聯合會理事長林宗益。那麼第三位台北市醫師公會常務理事周憲忠。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新光病院的副院長洪主任連得小等的來到現場。所來，咱就來關心這個坡坡齒科醫生的爭議呢，一直都無停落來。那麼有一群海外齒科醫師的家長，昨暗呢，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召開着記者會，因指控着衛福部違法失職。和海外齒科醫生轉轉來台灣的科技權、工作權受到嚴重的侵害。那麼想袂到，咱在地齒科醫師團體洶洶出現，雙方面起了衝突。還我考試權，還我工作權。趕着法院開庭進程，美國國外齒科醫生聯盟家長代表。第20日下晡，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召開記者會，控訴衛福部違法失職，每年敢若提供50個海外齒科醫生實習的名額。至於今年統計頭一階段國考的海外齒科醫生，已經排到第650幾號，要等12年以上才有實習的機會。實施統計才有資格參加第2階段的國考，摕到醫生執照。衛福部的公告無法源依據，提起集體訴訟來爭取權益。我打任何訴訟，我從頭打到底，即使可以打到憲法法庭，我也甘願。不過，在記者會半中站，本土小齒科醫聯盟洶洶出現，手提標語批評海外齒科醫生出國進修進程就知影規定，即擺想要增加名額。衛福部的24偏鄉醫療計劃根本就是咧替因開後壁門。國家已經在1808年的時候不斷呼籲，不要再去國外念牙醫系。而且將會在未來降低國外實習名額人數，為什麼你們還不聽？為什麼你們還是要出去？關你屁事哦！我的工作權吶！只鎖定在真的現在沒有牙醫的55個鄉鎮，一定有執照才能到那邊。那而且是以本國醫師為優先。其實大家咧講的坡坡醫師，就是去波蘭、西班牙等等歐洲國家讀醫學科系，無參加當地病院實習，嘛無摕到當地醫生執照的醫學生，畢業了轉來台灣報考國考，摕到醫生執照。因為伊的學習過程跟台灣本地的醫生無同，引起外界憂疑。本土小牙醫聯盟強調講，希望衛福部撤回偏鄉計劃，而且有個理事下晡要踮咧立法院集會，保衛台灣的醫療甲公平正義。記者綜合報道。相信觀眾朋友呢，可能無一定會注目到這個題目啊，除非講你家己處理有主題，或者是你真正對着國外轉來的醫師，你才會略略知影。我簡單大家來知影是咧差啥物，就是講我即馬的齒科醫生，我就強，大家就真濟會相爭啊，哦。這個生理就相爭啊，人足濟啊！啊，恁佫轉來一年哦，差不多愛超過50個吧。哦，今晚50個。啊吼，阮一年才畢業超過400個。哎，對啊。哦，本土的齒科醫生超過400個。安尼一年佫愛增加，煞來還佫真濟人佫排隊哦。對坡坡醫生，咱講坡坡醫生吼，其實是無介啊尊重啦，應該來講是海外轉來。有讀過醫學院的醫師，吼，準醫師啊，想要來做醫生，吼，啊，這陣人啊，佫偌濟人，啊，佫真濟，小等請林理事長來甲咱講看。首先，我要先請姚醫師來講，
您反对主要理由吼，真简单讲，咱观众朋友知。真简单，就是讲吼，这波波医师吼，伊会伫迄养成的过程，伊是甲咱本土的医生甲外国的医生，伊正常的筛选的关卡，伊拢甲伊绕过去啊。但伊但是讲咱唔知影伊的程度到底是如何。你讲什么物件？伊试过，伊无甲咱本土的医师共款。嘿，什么代？什么过程？咱本土的医生吼咧把关筛选是筛伫头前咧入学考试的时阵，搁伫咧大厦读书的时阵，咱入学名后，咧政府是抓甲按咯。因为吼政府，你头一个论点就是讲，阮要考这个医学院是考甲真认真，考甲安尼哦，这就3%、2%头名，才有通读医学院。啊，恁去国外就通读，这头一个。你认为无公平，还是讲？因为你国外咧读迄，毋是读一般的，也甲迄本地人读共款的医学系，还是因是读国际专班，迄免考起来。哦，免考试。哦，这头一个，佫有其他的理由无？一个刷落来哦，本来政府因为咱世界足大嘛，咱政府无法度。去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学校去看伊的教育到底是安怎吼，所以本来政府有设冷道关卡吼，去鉴定这国外回来的医学也是齿科的医生，伊到底程度是到倒位啊？第二个就是学历审核，就是讲吼，你爱看你的学历，你的手帮互咱看。这学历审核就是头第一关呐，就是讲。你的学历若是远距教学啊，不是一般正常入学管道，这的袂使转来，连考试的资格拢无哈，听起来很合理嘛。那第二个就是学历甄试哈，像你这主持人刚刚这边这个板子有提到，这个是会有笔试跟实务的操作，这个才是有专门。但是这是2023年才开始的。嘿，即马转来拢免考啦，差不多6年以后转来较有要考一个，即马的波波是拢无考这。好，所以这两个主要要反对的理由。嘿，伊甲伊头前的把关的这两个关卡都甲伊绕过去啊。好，再来我来请林医师吼，林医师你是对倒位读转来？我是对西班牙读转来。西班牙西班牙。你读的是读全英文的，敢有考试？有考试咱入学的时阵是有交迄资料，互学校去审核。去审查过。因为我讲一下迄欧美制度的学制，他们的入学是看你有适合做医生无，毋是看成绩，像台湾是成绩取向来决定人才嘛，就是只考学测这样子。伫国外是看你有兴趣，有适合无？有兴趣，对。所以伫咱读册过程中，会慢慢淘汰掉一寡无适合做医生的人。无适合，所以你有钱要入去读到一半，伊有可能你无法度，就爱家己出业啊，都无啊。对，就是淘汰掉很多人。读几年？读5年。读5档。5档。5档，你敢有上后要5年制？5年的时阵，还是4年的时阵，就去病院去实习。有，咱大3年的时阵，就开始去病院实习。是真正有咧看病人。我才有照片，这是。但是恁是用英语咧读嘛？俺用英语咧读，毋过用西班牙文跟患者沟通。所以咱去病院的时阵，咱爱先过一个考试，就是西班牙文的考试。过了，才会当去看病人。这是你西班牙的情形。那波兰的，那波兰敢是甲你的情形有共款？这我都无法度保证，因为都像头拄姚律师讲的，都是足侪学校的，所以我感觉台湾本地的，应该说台湾卫福部的审核很重要。对，我相信台湾的政府可以找出一个所以理事长，你的意思应该是讲，你著爱看，我唔是波兰的，我是西班牙的哦。无，我唔是安尼讲，应该讲是咱国外转来，
台湾是讲无咯，我是西班牙 Madrid， 我是马德里的，我唔是这个加泰隆尼亚，是安尼吗？嘛唔是，嘿，我相信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水准在。好，啊，转来台湾之后，台湾政府应该爱负责去把关、去审核这个医师。就政府爱做主了。嘿，对。所以但是你有接受即马政府互你的最新法？你即马开始执业了没？啊未。啊未吼，嘛，你即摆是第几关？第几关？这个嘛，嘿，这个我是我已经你审查过啊？我考过1阶国考啊，即摆咧等实习啊，因为一年50个名额嘛，嘿，啊，这个行政命令是卫福部讲的嘛，啊，咱都你还搁咧排队？嘿，搁咧排队，嘿。哦，所以可能排几档你嘛唔知嘛，吼。差不多6、7档啊。啊6、7档，嘿对啊，所以你6、7档即摆要创啥？即摆我伫汽科金所咧做管理，做行政事务，像文书之类的。哦，所以恁处理恁老爸本身就是气科医生。啊，唔是，阮爸母唔是医生嘛，唔是气科医生。我小等你的人生故事，小等再来问吼。我先请教着周医师吼，周医师是老先辈啊啦吼。恁迄阵时，我所在，比如讲30年前。20年前，真侪人走去中国去读迄个医学院，啊，结果中国甲你关起来，吼，啊，刷来才真侪人走去波兰啊，走去倒位安尼。你安怎看即摆卫福部要处理咱？像头仔林医师也讲啊，国家你做主啊，你就要动就动啊，你审查你好好审查，安尼就可以吗？周医师安怎看？我想吼，咱即马要来办这个代志吼，拢爱有这个符合迄个依法行政啦吼。咱即马法律安怎规定的时，咱就安怎先做啦吼。那第我是西医嘛，甲起家吼，阮情形吼有小可相像，因为吼，阮的法律是共一部吼，医师法都内底有西医、中医啊加气科医生，是，所以伊的条件是共款的吼。啊，但是阮的状况是无共款，因为吼咱。这个咱的迄个每年吼，像我较关心的可能 KK 迄边吼，阮是知影尔啦吼。啊，我用阮这个西医来讲嘛吼，因为吼每年吼政府吼，伊就会去看讲吼，咱即马需要偌济医生吼。啊，因为咱就委托这个做吼国家的卫生研究院吼，结果做出来吼，比如讲西医哦吼，伊讲差不多1300个。吼，阮较侪人啦，吼，啊，所以吼收的学生啦，咱国内收的学生超1300个啦，吼，啊，结果是1拜1拜，哎，对，啊，结果吼，卫福部吼，知影讲吼，偏乡啦，吼，啊，增加较无医生吼，伊就搁增加一寡公费的，啊，迄个外加啦，啊，即摆若搁外国搁转来吼，迄加落超1500，所以伊这吼变做讲吼，供需失衡啦。涨起来呢？涨起来对吼，啊，你涨起来已经经过几十年啊，就涨足济啦，吼，啊，即摆看讲吼，嘛是。卫福部即摆无法度去解决种迄个较增加的所在无。啊，所以周医师你的意思是讲，每年就涨200个，上无涨100至200。是。啊，即寡人就踮咧动海啊。无啊，伊这人伊嘛是会摕到执照吼，嘛是会去做咱职业啦吼，啊嘛是要受训练啦，因为咱听在我是医师工会迄个干部嘛吼，听在阮这个工会的立场啦吼，不管吼你进前是倒位毕业的吼，只要吼你合法摕到执照吼。啊，病院请你，啊，你会使合法去训练，啊，阮就互你家己讲话，嘿，对，阮袂讲问你讲吼，你是倒位毕业的安尼啦吼，但是阮也关心讲吼，这整个这个国家吼，这个卫生的政策吼，到底吼，这个走向是对啊，唔对啦吼，因为阮以前咧讲嘛，讲吼，啊，你就既然叫迄个国家卫生研究院去研究啊吼，我想 KK 伊嘛是有研究，啊，你研究出来，你若不爱教伊迄个。吼，啊，阮的意思是讲，啊，你若国外转来吼，你爱控制伊的人数吼，啊，加偌济落去，整个若讲13，你爱13，你如果外加落去，也毋知要加偌济嘛吼。啊，伊有诶吼，伊合作公费生吼，讲你要去偏乡啦吼，要去离岛吼，要遮工作，啊，伊时间到嘛是转来土市啊，伊哪有可能点啊规世人吼？也所以讲，阮有一寡同学吼，阮以前的同学，伊是金门来，啊是迄个山地乡吼，山地来，啊，因就正经会转去啦。哦，迄款的我感觉是较正常，因为迄外交阮就较无意见嘛吼，因为伊嘛是甲阮共款拢训练完，爱去服务伊的迄个乡亲安尼吼，啊伊伫咧遐伊就是自细汉点嘛。所以周医师你的论点真简单，就是讲法律安怎做，安怎讲，咱就照法律来做。啊，而且还佫有国家卫生研究院所做的报告，你就要照这报告来做啊，唔通逐年涨到安尼，大家
就有的人就失业都食无头路，甚至就互相会相争。是啊，因为吼，咱都爱个考虑一件代志，就讲吼，咱要收偌济学生吼，比如讲咱的医学院吼，咱内底教授有够无？吼，咱的迄个设备有够无？你爱讲教好势啊，你讲收入来啊，黑白教啊教出来学生不离不安尼要哪会使吼？啊，所以即马吼，咱即马是咧讲吼，即国外吼，咱就是讲咱的教育部吼，啊，咱的卫福部无法度去审查因咧内底吼，因的迄个学习的迄个环境吼，到底有符合咱的需要无啦？吼，所以即马是安尼咧讲，但是吼，迄个刚迄个李主任咧讲的吼。伊西班牙甲波兰，伊嘛毋敢讲波兰安怎吼，咱是以前咱知影讲吼，有诶学校吼，正经是敢若雅加啊大学共款啦，咱毋敢讲每一个拢是啦吼，因为我嘛有看到阮的会员表现了袂歹吼，但是伊就讲啥物，伊吼去遐读诶，伊袂使点仔考执照啊。摕到伊伫遐读袂使点仔考执照啊，等下咱台湾过来，这就无合理嘛吼。所以伫以前医师法要修正的时阵吼，阮已经有提出意见啦。所以终于伫迄个吼，伫迄个111年吼，那个修正啊，去年开始就是讲已经甲关门关起来啊。但是关门进前吼，啊，迄个起起吼较严重吼，伊迄排队要实习的人，因为阮西医啊病院足多啊，阮的迄个用药吼一定有够啦。啊，伊若讲1年50个吼，可能要消化无安尼简单，而且吼，因50个占伊总共毕业400个内底，偌济呢？因这是真严重的呢吼，所以吼，一旦当然咱的迄个学生，咱的本土的学生吼，一定有危机感嘛吼，而且就是讲吼，咱政府到底有法度去吼把关讲吼，伊这个学习的迄个过程中吼，是毋是正经像咱内底较严格？我想吼，咱伫个本土内底读学生讲，阮著安尼，而且遐尼艰苦安尼辛苦通过，后你伫个外国吼，到底是开外国还是去？到底有学好无？恁哪有啥物资格教阮共款来吼？会使做即个敢若考试就对啦吼。所以吼，咱其实吼，即马已经通过的人来讲吼，其实我袂感觉讲啊，你是吼对啊毋对？因为你就是医师，伫我的工会，我一定爱甲你照顾。你有啥物代志，我嘛爱争取你的权利。但是即马就是讲吼，啊未成为正式医师进前的吼，阮也有一寡意见啦。就意思，所以你基本上你是有意见的。是。哦，啊，我来问，咱即个算做教学病院吼，咱教学病院的立场是啥物？好，我想吼，这边这是安尼啦吼，踮喺阮这大型的病院来讲吼，医学中心嘛吼，因为星光院是医学中心，对阮来讲吼，不管是讲是本国的医学生、外国的，只要有取得这个国考通过资格，伊本来就使来甲阮病院申请。吼，这个 PGY1 甲 Y2 的训练，吼啊，做专科医师训练，这拢没有问题啦吼。最主要就是讲大家是平等的吼，就是讲你若有这个医师的资格，啊，你本来就使来申请好。但是伊来申请了后，伊有法度去录取无？啊，这就真歹讲啊！啥讲？因为每一样的状况，每一样状况都无共款。但是阮考试的这个方式，甲迄个过程拢是共款的，无讲哦，你外国来，我就先甲你审查，在另外一个所在考试无，迄个过程拢是共款的吼。比如讲，阮咧考试的时阵，咧做龙儿的争取，一年才有300几个西医要来争取，像阮成功病院可能敢30个员额尔嘛，才30个，300个来才30个。介竞争的，啊，介竞争的状况之下，因为考的拢是共款的，阮有这个医生的考官嘛，有行政的考官，适格性的这个考试拢有嘛吼，看有适合做医生无吼，就是头讲的，啊，你的本质，你的这个知识的能力安那对，啊，你的情境的反应安那吼，拄到啥物状况，你要安怎处理？这问的题目拢是共款在咧进行，但是阮过去看到的状况，确实就是讲，若是讲经过这个考试的过程来讲，若在比较看起来啦吼，当然毋是讲真绝对的，但是看起来就是讲，咱本国的医学生在临床的这个知识吼，啊，甲知识学能上吼，有影是吼。平均来讲吼，是表现了有比一寡外国转来医学生较好的一个状况，这是普遍性的。但是咱嘛袂使排除，嘛是有人，嘛是对个别嘛是有人会使申请的来，一定有的嘛吼。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讲，伊就是讲伊的迄个整个录取迄个训练的过程，甲专科医师的训练的过程，拢是共款的。阮无去分讲本国甲外国医学生的毕业，这是无分的吼。而且我要强调就讲，伊这边出这个代志来讲吼。伊是在职业的过程，伊已经毕业一段时间啦嘛吼，毕业一段时间，所以你毕业一段时间，你出状况的时阵，严格来讲，是伊在迄个住院医师迄训练的迄个阶段，吼，啊，甲专科医师训练的阶段，是训练了不够扎实，啊是讲伊家己本身无去精进。我的意思讲，咱真少讲
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毕业10年、15年了后，你讲问讲，啊，你是台大毕业还是高医毕业还是中国？你袂去问这嘛？你经过遐侪15年了后，学历对你来讲已经是迄个界定啊嘛，就是我有迄个资格，对嘛？你当初是 critical 你临床的经验，啊，甲你毕业了后，你有不断精进无？有个持续的进修无？迄才是重点嘛吼。所以即边发生这个代志，我是感觉讲有一点就是讲，虽然是一个代志，啊，咱就是讲无法度去推估到规个全体拢整个全体东西有问题，这是很难去安尼去推估的啦，嘿。会长吼，我要来请教，他拄啊姚医师讲一个重点，就是讲我一年出业400个，是，啊你外国转来50个，是，要占1/8，是，哦，啊像周医师也讲啊，你讲偏远所在去。伊总是有一天会去转来啊，是，啊，去竞争啊，对，啊，人就小咱姚医师会提这资料，你有赞成安尼？好吧，应该是安尼讲吼，我感觉这个物件来讲，西医甲齿科吼，咱来分开来看，这两个科吼，在咱台湾的生态来讲有什么不同？譬如讲我来讲，西医来讲，因为西医来讲，真侪国外的毕业生、医学生进来了后，其实咱足侪病院拢需要住院医师啊，甲专科的训练的这个医师。大家因为譬如讲重症的科。吼啊，急诊有一些5大皆空，大家咱本国医学生较不爱去迄种科，融合都拢有嘛，还是有你无看即摆有诶要收住院的医师拢收无嘛？啊，因为咱台湾的病院有大间的，啊嘛有中型的，啊嘛有社区的病院嘛，所以即寡若是国外转来医学生，伊要踮咧咱台湾的病院内面找一个头路，有一个伊工作的所在，我想是问题无即个问题出来，一定拢找得到，这绝对我想问题无遐大。但是齿科的状况无共，齿科是因为咱台湾本来人数都毋是遐多，人数毋是遐多，就是伊国外比例若伤悬的时阵。但是我想讲，一个人喙齿32齿啊，是，但是无可能2个医师照顾一空喙嘛。无啦，因为这个物件吼，我举一个国外的例，互大家听。咱会记日本就是有这个有这个状况。过去就发生日本过去就是讲因为齿科这个医生无够，所以因有一段时间大量的扩充迄个融合去招齿科的医生在日本嘛。结果造成的状况就是讲，有个人出业了后，因为医生伤多，啊患者无遐多的状况，有个医生都无法度个继续行这条路，伊就去做别来头路去。所以日本的这个状况，咱是看到讲，伊过度扩充牙医师的这个融合所造成的一个情况，已经迄个例在咱遮看会到啊。所以咱嘛爱汲取这个日本这个教训，咱可能唔通过度去扩充，但是适度的去评估偌侪融合是有够咱台湾的这个会使照顾咱民众的这个喙齿的健康，当然这是爱去算的部分，所以这内面有一个比例的原则在内面啦。啊，我感觉即摆小牙医联盟应该是较关心的，就是讲，因为毕竟讲咧外国转来人，你若人数比例伤悬的时阵，当然一定会冲击到因齿科的即寡人的心态嘛。啥讲？因为你唔通袂记，齿科大部分的人是咧诊所咧开业嘛。伊甲阮这个西医无共，西医拢是咧会使咧病院服务啊，你会使咧病院照顾迄个重症的 ICU 的患者啊，你会使咧急诊啊，你会使小儿科、啥物科拢会使嘛。但是齿科毋是啊，齿科大部分是咧诊所对嘛。啊，所以你大量的国外的这齿科的学生转来，伊若拢去落去开业的时候，当然因的这个压力一定会提悬，这是咱是爱为这个角度去看嘛，这嘛是合情合理啦。你会当互咱看一个数字，就是讲你这全台湾的这个密度，齿科医生的密度是安怎？恁会认为讲未来会冲击到咱齿科医生未来的这个生活还是医疗的品质？阿秀，他对洪医师讲的吼，嘿，日本的牙医师已经过剩了。那像刚刚周医师嘛有提到这。国家卫生研究院哦，伊嘛有做迄齿科的研究吼，讲咱嘛是讲咱齿科的人力已经过剩了。那昨天那个官司的时候，卫福部的律师嘛有讲吼，咱齿科的人力已经过剩了啊，所以讲吼，咱就刚钟医师讲的共款啦，国家的政策应该爱有一个一致性吼。你已经知影台湾的已经伫这即马遮啊，已经。人伤济啊，你搁爱放，搁较济人入来，台湾咱即马即马有8间学校，甲50个这个国外学历的实习名额，听起来无少济，但是已经比8间中的5间的人搁较济啊。
今嘛吼政府搁开一个偏乡计划，伊要用这个偏乡计划搁开这个波波实习的名啊，至少每一年搁加50个，啊，就200个呢，啊，这波波就变全台湾上大间的牙医系啊，而且以后每5个新的牙医师都有一个是波波牙医啊，这实在是伤济啊！啊，咱伊的训练咯嘛，无法度保证。小等吼，姚医生，咱停一下，就是你认为实在是伤济，是因为因的品质你有顾虑，所以你认为这是问题，还是讲无喏？我本土医师培养出来的啊，应该优先啊，然后对国外入来的。就应该爱摆后面，所以袂使伤济，是倒一种品质。你认为品质？但是他都洪医师啊讲啊，个别的医师，譬如讲，迄是摕到执照以后，阮讲的是摕到执照以前实习的品质，伊会影响到咱本土的在台湾读册的学生实习的品质。哦，所以恁在乎的是讲实习的这个品质。嘿对。啊，这影响到咱本土的学生受教权。我一个主治医师啊，带3个，本来带3个实习的，结果爱带5个、带6个安尼。系啊，咱牙科每一个步骤，拢爱老师爱来看啊。啊，你北医的医啊，就是遮尔济，病人嘛无法度。医啊较简单啊，买一个就好啊。现在就是无得。北医啊爱趁钱啊，伊有位坑医啊，伊就坑我。患者的医啊，嘿，患者对迄个医啊足大的，你倒位说谁刷一位，无遐简单啦。啊，所以恁若是主治医师，还是讲恁教授？你的主治医师的人。要来甲你教讲补缀也好，还是地气也好，还是安怎后瞻啊？啥物？一个通我教几个？一个至2个。一个至2个啊？系啊，因为你每一个步骤你拢爱看，你搁有住院医师要训练呢。你挂传2个实习医生已经是有一点吃紧了，你搁要杀这50个变100个，不是，这品质一定会下降，这对病人绝对不是好事。啊，你是对你安怎看？我先讲一个实习的部分吼，头拄影片内底有一寡影片的部分，迄就是咱学校学妹咧实习的，迄白领是外国人嘛，看到知影是国外的，啊，迄个证件都是我实习的证件，所以迄影片是咱学校咧实习的影片啦，所以都是证明咱学校有实习嘛，对，啊嘛是每一个步骤含台湾拢共款，每一个步骤拢是老师伫边仔看，确定讲啊，你这个位会当安怎做，看你做了好无问题。无问题，较下一步，嘿，这是足扎实的临床训练。啊，搁有咱在地是有执照的，嘿，像我都有西班牙的牙医师执照，嘿，那啊，你那无爱踮咩西班牙来职业？啊，我是家人的因素，就是身体不太好，所以回来照顾家人这样子。嘿，啊，我有很多，其实我们班同学，咱班的同学，基本上拢伫英国工作啊。嘿，因为伊台湾爱等嘛，爱等。啊，像你这种西班牙转来超过几个？这我无算，因为我是一个学生尔，啊，我毋是卫福部，啊，毋过卫福部有讲过，伊规个即马。我意思讲，譬如讲，恁这个组织，恁这叫做国际齿科校友联合会，内面有几个超过你西班牙转来？这我无算歹势，啊，毋过卫福部有讲过，就是。这个伫台湾在排队的，搁有还未转来，差不多加起来1000个，嘿啊，1000个，嘿，哇，1000个，一年排50个，啊，毋要排20年。嘿啊，对啊，嘿，都是拜三有人去控告卫福部，都是因为转来啊，20年以后开当做工课，安尼毋是就不合理的嘛？但是无合理是无合理，应该是足侪阶段啦，是讲啊，就把人个。就比如讲，这头路就是安尼，人口就安尼。啊，你遮侪人出去读，啊，规个拢排斥去，安尼大家拢无通专家呢。他都要喺姚理事有摕一张数据嘛，台湾即马医病比牙科医病比一比70，嘿，啊，我讲一个欧盟先进国家的数据，即马台湾欧盟那个医病比上悬的是1比1000左右。嘿啊，德国大概是1比1100，这个是。你意思讲啊，佫会再增加啦？我无安尼讲，我是讲，咱会当看卖是不是会当学习，就是全球先进国家的一个
指标。啊，但是他都姚医师讲的，就是讲啊，我实习我一个人一个先生就传2个学生啊。啊，我有通啊带3、4个，无法度啊。实习的所在，像他洪副座也讲啊，你都无遐济所在通好你实习啊。啊，要安怎？啊，其实迄是因为你即摆考试，你即摆2023年开始，海归的毕业生要通过学历的甄试，才会当参加国考，而且2阶段是临床实务操作，这就是实习啊。嘿，对。啊，这就无法济所在通好实习，要安怎？其实迄是病院无开这个名额尔啦，因为卫福部有统计过，全台湾可以容纳的牙科实习医生的名额有2500名，嘿，这是卫福部。一年2500名。嘿，对，嘿。干嘛呢？姚医师干嘛呢？这是卫福部有统计过，卫福部报告从来没有公开，请问你的数字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你可以去卫福部调啦。我们调过很多次，他都说不公开。卫福部不公开是因为因今仔咧有用部公开啊，有用部互你知哦。唔是，这不是卫福部互我知，嘿，对。啊，无是对来做，伊就讲一切无。因为因为咱有去控告卫福部嘛，对不？啊，咱有咧拍官司。拍官司的时阵，伊对法官讲的。一起对题。咱这袂当讲歹势。哦，恁在论告，所以袂当套了。因为咱嘛有一安尼我呼吁吼，卫福部我们本来有邀请这个林秘书啊，吼，咱的政处吼，要来参加，伊今仔拄好无用，吼。我希望林秘书互咱一下资料来相信讲吼，到底是有影无影？种2500个。嘿，这卫福部有统计过的。啊，我讲一寡咱网络上查得到的。哈，嘿，底黑那个，有一个是我们可以查到说，台湾有偌济病院有通过会当训练实习医师的医院。嘿，今嘛有22间病院是医学中心在训练实习医生。对，但是其实有通过这个评鉴的医院。起码有91间以上，对，所以其实是那些医院没有开放容额给卫福部说，我们这边可以收，为什么没有开？因为没有人去，因为台湾毕业的学生拢去因学校的病院去实习啊，那其他的病院都收不到学生嘛，那故啊伊都卖开啊，不开这个名额啊，所以其实这个量能是有的，但是没有人报名。姚医师，你小等下，我问一个问题啊，互你讲吼。我的意思就是讲，无安尼，恁去甲即寡个有当啊用啊，这病院的人找出来。你讲我要治即寡人，我要治即寡人的实习。恁看有当啊招即寡人出来讲，我有够格，敢有法度？有，但是等台湾医安尼，我就要开第2点钟，互因即寡人来出来讲。应该讲。这爱卫福部决定啊，嘿啊，不讲今年卫福部决定是就会事，咱甲吹出来，互因讲我有需要，我拢招无学生，我拢招无实习生，互因来，我愿意接受，互因出来讲，我看你若有招到，咱就随开另外1点钟，吼，来姚医师。好，我先讲这西班牙甲波兰的问题吼，顶面是西医的部分，哪些的是波兰吼，这是你即马招到的是牙医的部分吼，齿科的部分哪些是波兰，橘色的是西班牙吼，差不多8成的所谓国外学历的齿科的学生吼，拢是为波兰甲西班牙来。为啥？你会看到这西班牙的人数是豆豆的变济吼？为啥物咧？因为西班牙伊的制度是讲吼，伊毕业唔免考试就有医师的执照。这就都便利啊，所以都愈来愈侪人去西班牙读。这医学系的部分嘛是波兰较侪啦，就下骹这哪些的部分。他都讲的吼，刚林理事长说吼，有很多医院都有教学医院的资格，迄是拿评鉴医科尔，伊无评鉴牙科的部分。伊的评鉴。所以没有牙科。牙科咱。补喙齿的爱补喙齿的老师教，办喙齿的爱办喙齿的老师教，因为这医院北有迄个资格，但是无迄个医生，无迄个老师会当教。本来
已经有开50个宝宝的实习的名额吼。这50名内面吼，2年前咱出来抗疫的时阵吼，学生就来咱讲，这50名内面有22个，就是伫这种无老师无够，医啊无够，设备无够的。但是伊有资格收实习医生的教学医院伫咧实习啊，伊搁要开较济吼。这来我吼时间吼林秘书来讲吼，但是我所知的，譬如讲我有请教我也有咧做齿科的这个同窗吼，阮高中的同窗后来去做齿科医生，伊讲实习的时阵吼，你若是要补喙齿的，爱补喙齿的补嘴科的医师来教。你若要挽喙齿的，还有挽喙齿的医师来教，所以毋是讲我有一块医啊，我就会当收实习生，我就要有相当的医师来甲你教，才有法度。我有这个医啊，但是我无法度收遮侪学生来教你每一科拢来教。这个可能小等林理事长你来回应一下吼。啊，另我煞来要请教周医师吼，齿科显然看起来，即摆现主时。就是涨起来，遮济无亲像头早洪副座讲的，讲西医可能还佫有所在，然后靠细人佫创啥，啊，这是要安怎解决？即摆这个代志安尼，我先讲吼，头拄仔讲这个训练的问题啦吼，咱讲迄是实习嘛吼，啊，譬如讲我是耳鼻喉科医生吼，我嘛是迄个耳鼻喉科的理事啦吼，譬如讲吼，阮要收迄个毕业生要来训练这个耳鼻喉科啦吼。咱这个为咱这咱讲吼，咱要去申请讲，咱要招偌济学生来做训练吼。啊，咱开始就定一寡规则，讲啊，你要有偌济老师啊，论文来写偌济吼，啊内底迄个 case 爱偌济吼。结果通过吼，病院有真济吼，包括医学中心啊、开药病院拢有吼。结果也再收偌济呢吼，可能爱收个会使收780个，但是卫福部吼一年敢若互阮52个名额尔，因为啥物？你要控制伊的人数较并且，那有可能安尼吼无限制伊落去，迄一定会帮盘的啦。所以毋是讲吼，你有法度去训练遐侪，大家拢会使互你入去，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哦。我即个吼，咱有即个资格对毋对吼？啊，有即个资格。有时啊吼，阮较细间的病院，阮然后讲啊，你今年收一个，明年换伊收吼。啊，迄若大间的吼，像阮医学中心，病人足侪吼，因就使收较满吼。啊，这是咱已经已经有一个规则出来，啊，大家要照安尼去做。但是卫福部吼，伊会去评估讲，咱人有偌济，有时啊伊会加一两个，就讲啊，这台东，比如讲台东马甲病院，啊，伊就迄偏向无人嘛。啊，伊就加一个互伊，啊，但是伊踮咧台北训练啊，落去台东安尼，吼，所以这毋是干那讲吼，咱你有迄个资格，毋是数字的问题啊。对，我有迄个能力吼，我已经符合迄个规定啊，吼，我会使来教学生啊，但是你学生袂使互伊遐做的时阵吼，有时啊吼，咱即个人力的规划吼，迄会帮盘去。吼，因为你无讲啊，到伊即马吼，嘛是一寡大学吼，特别倒店嘛，啊一寡流浪迄个教授啦，咱你讲较歹势啦吼。啊，即个吼，咱即个学校吼，咱即个学习吼，比如我交的学费吼，你知影？我虽然是读迄个高一毕业是迄个私立吼，我是学长吼，咱呢其实咱的迄个国家吼。投资偌济资源伫，投资较济伫迄个国际学校啦。私立的伊嘛是有投资哦，我是付的学费较贵无毋对。你训练一个学生出来吼，是成本真悬，是这个吼国家重要的资源，你爱甲教好势，会使来服务人员。啊，你互伊出去遐找无头路，啊无功夫无法度去照顾人，叫个人去讲像讲德国啊，佫有咧驶客停车安尼吼，其实袂使讲吼，你。会使偌济，我就互你收满，安尼吼一定吼，甲群吼，甲迄学校大学是共款，你伫升价嘛，啊即摆囡仔少，啊即摆咱人口数也少啊。虽然咱即摆老化，虽然即摆因为西医啦，为什么人啊会较侪？因为老人伤多，咱因为爱去照顾遐人，但是即摆小儿科遐，你根本有时都招无人嘛。所以这人数袂使讲啊，我一定偌济，我就会来补偌济，迄是嘛爱看讲个人啦吼。啊，咱这讲安尼讲啦吼，因为头拄仔迄个影片内底有讲啊，迄个吼政府伊其实顶届修法吼，今年修法前一个进前吼要修法失败，为虾米？迄摆嘛是差不多即个条文内底是安尼吼，啊伊有办一寡公听会吼，啊阮这个医师公会人去参加一个意见，啊其实加科嘛有人去啦吼，结果吼听伊讲吼，迄摆就是吼，迄像讲波兰啦、迄东欧吼，因个驻台代表处吼去施压，吼，伊讲安尼意思，人家讲较歹听的讲吼，咱毋是讲迄
迄个讲因你在做生意讲啊，你安尼甲阮关起来，啊，你都无学生来阮遮读啊，啊，阮就外汇就无去安尼啦吼。你那毋是每一个学校拢安尼，但是一定是有这，所以毋才有即个顾虑伫的啦。你若讲吼，像讲吼，你讲。咱也会使像国内吼，每一间学校咱都会使掌握讲啊，伊的师资安怎吼，伊的迄个计划安怎，啊，咱也就惊伊嘛，对吧？啊，就是讲，譬如讲，林体书那间可能袂歹，但是北京无一定啊。啊，咱国家咱会使讲啊，甲你这上好的动作拢是拢做，吼，啊，甲上歹的动作拢做，迄嘛袂使。所以咱们定一个条件来筛选出吼较适合的人。哦，则袂讲吼，迄个有一寡吼来，因为就讲咱讲头拄仔讲迄阵，迄个吼，迄个妇产科迄个代志啦吼，啊，其实已经训练遐久啊，迄其实吼，迄是个人的代志，家己伫倒位学校毕业，迄是也是无关系啦。变做修行在个人。对啦，迄应该是因为今仔讲学校毕业，我袂讲我倒学校，我是讲啊好友啊，我的学弟啊，咱吼套一些交情，啊无阮普通出来讲，我倒一间病院训练的安尼，吼。在出去都20-30年啊！啊，我即马都伫倒位职业安尼，吼，啊，我伫倒啊，迄个学校即个方面吼，就是讲咱即个把关第一关啦，吼，咱的政府吼，伊把关来做了真是伊国外吼，伊无法度通去掌握啦，所以伊定即个条文吼，其实是迄个最大公约数啦。吼，因为有人伊大家拢会使表达意见嘛，吼，对不对？啊，你表达了吼，啊，迄个立法委员遐侪人啦，大家拢有伊的意见。其实有个条文出来讲，安那点了怪怪，但是伊的精神也是袂歹吼，啊，就互相尊重，啊，念起来有些怪怪，但是做起来袂歹，安尼就好啊。吼，你无可能，你立法委员大家拢病大嘛，你拢叫讲伊袂使讲话，哪有可能的代志？是，但是副总，我要来请教吼，那照周医师安尼讲吼，你先摆讲的嘛吼，就是讲。啊，不如我定这个国考，还是这个要出台这个一个有成绩的、有教业的这个医师的时候，我每一个拢甲你，譬如讲亲像美国，美国的你若要出牌，伊的国考啊分做2阶段，第2阶段就是爱看你直接看你都要找到病患哦，你找到病人哦，爱配合你哦，爱医互阮看哦。哦，啊，看你的关系安怎，我才会让互你进，我才会让你通过哦。咱有通啊，甲这个医师的资格就取得，互伊缩到更较严一下。因为即摆现行的吼，其实已经是差不多啊吼。伊讲2阶段吼是临床实务操作，已经是差不多，敢有必要？还是讲无？啊，就是名额啊，甲缩起来就好。我想是安尼吼，在西医来讲吼，即摆的这个医生要取得这个国家的这个医生的资格吼，即摆迄个整个过程吼嘛一直咧改，啊，即摆愈改是愈严谨就对啊，一定是安尼做的嘛吼。像即摆你看西医来讲，4年1届啊毕业吼，啊个有2届的考试，而且还有一部分是 OSCE 你头讲的临床技能考试嘛。临床技能考试就是讲，伊要有足侪站，吼啊每一个站拢有不同的情境，啊迄个情境的时阵，你是一个医生，你要安怎诊断，你要安怎？吼，要去写你的这个过程，你到底要安怎做？啊，这都是咧考验伊的这个临床的迄个吼反应，甲伊的迄个表现的伊的知识能力到什么所在嘛。所以讲，规个迄个考试的迄个制度，甲训练的制度来讲，我感觉台湾的西医即摆应该是拢不断在精进，因为西医的迄个教育嘛是一直在变啊，但是当然是愈变愈吼符合时代的趋势甲潮流，而且嘛愈变的愈严谨就对啊啦吼。所以我相信就是讲。基本上会使吼取得咱这个西医的这个医生资格的这寡，不管是本国的医学生、外国的医学生，基本上应该是拢是通过这个考验，这是无问题嘛。啊，即摆只是讲，当然啦吼，这个问题咱来为2个角度去看啦吼，伊会使出到这个资格，这绝对无问题吼，表示伊拢有通过。即摆只是讲对一寡少年来讲，我感觉因心中的迄个感觉是安尼，我即摆甲因的感觉讲出来，因即摆感觉就是讲，啊我咧台湾，我就是考试较悬的人，我会使取得即个去考医生资格的即个资格。啊，你踮咧遮，你无法度取得。啊，你去国外开一寡钱啊，踅一年啊，转来你就会使来考试。当然考嘛爱考会调是无毋对，但是考会调迄个来讲，你嘛知咱的国考有的是选择题嘛，吼。啊，你当然是嘛是有难度，咱一般的人一定考袂过嘛。啊，但是伊去国外呢，踅一年转来，伊会使考会调。即个状况，伊会感觉讲，即个在
基本的迄个门槛的迄个公平性上，我即摆是讲少年因一寡因咧想的即个代志啦吼。但是即个物件是咧伊迄个价定，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讲，一旦伊通过经过5年、10年了后，其实即个问题就无啊嘛，对不对啊？但是即个公平性的即个问题，遐都即个国家规定的嘛，这嘛是大家讨论出来，才有即个开即个门。啊，你既然你开即个门啊，你当然你要按照这个依法行政，来按这个制度来去行嘛，所以这是一码归一码来看的嘛。但是我两位先拜，我来请教说，应不应该搁再开放这个国外医师登来台湾呢？敢有人爱安尼做就医师？因为吼，咱这个法律吼，伫咧今年才修通过嘛吼，代表讲吼这。目前最新的民意是安尼啦，吼啊，如果而且讲，如果吼，咱要去甲改变的时阵吼，看有法度讲吼，比如讲，因为我卫福部伊大概袂去做迄个代志，我你讲啊，比如讲咱本土的吼牙医联盟啦，还是讲咱这理事长啦，伊有够来去讲。互咱的立法委员感觉伊讲的真有道理，嘿，伊无伊讲啊，你讲的真有道理，吼，啊，像讲吼，阮伫立法院吼，都是有人来တင်證吼，伊摕咗法案来吼，看讲你会使甲阮提甲迄立法院甲阮提案无，啊，请人来签名无吼，你若互法度吼，互即个吼立法委员感觉讲哦，你嘿，这讲了真有道理，是对国家真有好处的时阵吼，我想吼，若讲到迄个时间来的时阵，自然就会去改变嘛。啊，目前咱就是照表操课，啊，你要去甲做一寡修改。啊，若是讲吼，用迄个，敢若讲甲法律人小可，敢若讲咱迄个咱的牙医嘅讲吼，啊你都50个，啊你哪会使各人扩大变对吧？啊，除非讲吼，你有这个胆量无？你莫讲什么计划啦，你就讲我宣布要变100个啦，因为行政命令也使宣布嘛，爱敢无？因为无共识嘛，无共识就是苦医师嘛，唔敢讲嘛。对啊，维持现状就是现在的最大公约数嘛。哦。来，姚医师，互恁时间各讲一摆。我先回应一下洪医师吼，即马西医的国考是有考 OSCE 有考实作啊，咱牙科的国考是无考 OSCE 无考实作，但是所以阮这个图表内面无包括了皮科医师啊。这是牙科的过程，嘿，所以讲外国的但是咱的实作是。每一个学校家己考的，伊无包含伫迄第一届甲第二届。因为阮这个图表是2023年才开始来做这个实务的操作，即马是有啊吧？即马本国的伫咧台湾读大学的家己考实作，迄国考1阶、国考2阶，这是无考的，就是讲即马转来的。在国外学历的实习生，伊唔免考迄学历证是伊无考实作，伊嘛无考到迄个 OSCE， 因为 OSCE 是每一间学校、每一间大学家己考的。在国外转来，伊不属于任何一间大学，伊是无考实作。无得考。嘿，伊个考，但是伊这1阶国考、2阶国考笔试尔，迄笔试拢有考古。所以这2届阮查的这个资料顶头写的临床实务操作。未发生的，迄是未来的代志。无，伊讲2023年开始啊。无，伊是2023年出去读的学生，较要考，伊还袂是这个意思哦。嘿，因为6年以后开始转来，迄是未来的代志。迄个学历甄试甲迄个 OSCE 拢是拢2023年以后啊，但是进行的不溯既往嘛，所以即马这几年转来都无这个限制啦，是这个意思。即马转来拢无考。哦，你甲我叫请啊呢？哦，所以6年了后才会发生哦。对啊，伊即马转来拢无考实作嘞。111年的12月31号以前入学的，好。就是这个后面的事情。这就是你他你的话我听有啊，这是妥协的结果嘛。对，这是妥协的结果嘛。林秘书，啊，这既然已经是妥协的结果啊，你敢有主张讲无咯？50个爱更加开放？其实我是有赞成迄总量管制啊。我嘛刚刚讲一届转来伤侪齿科医师嘛是对台湾的民众无好啦，嘿，所以我是有赞成这总量管制，嘿，啊，不过考核的部分我是感觉即马我咧讲好啊，我的学历是合法的，从教育部法律明定，都是9大地区，包含欧盟在内，加学生转来是有同等学历的，所以我的学历是会当去合法的去考选部报考。国家考试，这你的权利，嘿，这我权利，这因为我台湾人，嘿，我嘛爱台湾，所以我转来会当考试，嘿，这是台湾法律给我的权利，嘿，这是我的学历的部分啊。啊，他都讲到考核那个 OSCE 的考试，这个
我知影伫台湾大学拢一定会考，毕业时阵拢一定会考。啊，咱伫校嘛有考，都是因为咱有考，所以教育部较认定，咱校转来学历转来是同等学历，嘿，是安尼。所以咱嘛是有考这个物件，嘛是伫我的校考的，都是姚理事伫个校考的，是共款的物件。啊，搁有一阶国考的物件，头拄姚理事讲迄拢有考古题。我请问一下，姚理事，你是对一年考过一阶国考的？你们的年龄是秘密啊，歹势，差不多几年前啊。啊无安尼问好啊，你是差不多108前还是后？你是讲？我安尼讲好啊啦，就是我感觉即摆一阶国考是较有鉴别度的，因为我是差不多110年毕业嘛，啊，转来考一阶国考，我感觉这题目嘛较有比以前较难，因为我但是小等，这要互观众朋友了解，一届国考内面是考汉字。唔是用英文课嘛，这头一个，第二个是选择题，嘛，对不对？对，这两个嘛。啊，咱一项伊内面读的拢英文嘛，吼，啊，所以但是是考汉字嘛，是这个意思嘛。啊，只是讲，啊，但是你要考的时阵，市面上敢有这个考古题？有，我就是要讲这，就是差不多108年之前的题目，拢考过较济，啊，不过今摆国考。较难，较歹考。我感觉这足好诶。今麦处理老师，我给他一个赞，真诶。今麦国考通过率差不多60%左右尔。啊，这个应验，他都你这洪校长啊，先摆讲诶，就是讲，即麦愈考愈严格，对，安尼是好事。愈认真嘛，啊，这是好事啊。这是好事，这对台湾的民众较是好事啊，因为过这个审核的医所以我讲你徛在恁市。联合会的这个理事长的这个立场，恁代表恁联合会吧？哦，还是讲不管，恁即马对着这个开放无开放的立场是啥物？你讲50名额这样，我是感觉这行政命令本身不合理啦，不应该说不合法，因为在111年医师法修法之后。那个才给卫福部可以决定名额的这个权利，对。那在110，然后公传好厉害，就是在修法之前，其实那个卫福部没有这个权利去讲外当去限制国外学生的名额，都是近景陈时中有讲过嘛，就是他规定这个政策其实是违反工作权的，为陈时中家己讲出来嘛。对不？都是这个名额限制的部分，不过这咱尊重，因为中央主管机关都是卫福部嘛，所以咱尊重卫福部的行政命令。好，那我先和姚医师来回应一下。好，政府从99年就每年公告，依照法律公告，法律有给卫福部的权限，让他去公告每年实施名额。这每也是每一年专家会开会去挂定的，为拄开始是30年。30个的03年，103年变做50个，到今嘛就是50个。啊，108年的时阵，卫福部的这些专家会议就讲，人已经伤济啊，应该爱减少，每当个50个。以阵108年的时阵，伊是建议讲，今年应该爱减到30个。我整理一下吼，对，99年开始，每一年拢有公告。但是这是行政法令嘛？这是依法的权限，这绝对没有违法。这我吼就意思，这是依照医师法内面的规范，和卫福部这权利来公布讲，我今年30个，明年50个，后年100个，安尼吗？其实吼，进前的法律伊唔是写较清楚啦吼，但是本来中央的主管机关吼，伊就有迄个吼，伊爱去考虑到咱整体吼，咱的迄个吼医疗环境啦、医疗资源的分配吼，迄本来就是伊的权利啊，对，伊的权限就是爱去做这无，伊迄就是伊爱负的责任嘛吼，啊，迄阵修法就是讲啊，写较清楚的，啊，无人会一直讲这个代志嘛，啊，但是伊讲这敢有违法？伊无啊，伊这敢有讲这个。
这个已经你想讲吼，咱讲吼啊，我有这个工作权啦吼，但这种会使主张无要紧啦吼。其实吼，我真期待讲吼，讲的你若去拍官司吼，一直输，万一一直输到尾啊去宪法迄个所在吼，大法官来做判决，看讲这个到底有合法啊无？不过遐足侪年啊啦，吼，因为这个吼，你去计较这个代志，伊讲我安尼，伊讲我安尼。 吼，大家讲拢有道理啦，吼，但是尾啊，若讲吼讲袂成的时阵吼，都是吼宪法爱巧，宪法的法庭吼开庭了，互大法官去做决定嘛。啊，但是咱都一定爱有人吼，去调解，吼，比如讲你去调解，啊，你去行政法院告啊若输，啊，搁去高庭搁最高搁输，会使搁去吼，去个宪法的法庭来申请这个好多已经好多释宪嘛，啊，即嘛好多宪法法庭吼在做判决。啊，若大法官认为讲吼，这毋对。 哦，这个违法，这个违法滥权，这个法度唔对，伊迄个法度就会失效，你来用新的法度。但问题还是存在啊，就算讲你拍官司拍赢，问题还是存在啊。是啊，所以迄是过去的代志，迄咱要解决是后摆的代志嘛。我是建议恁吼，因为你们理事会，你们国际牙医嘛是战神爱总量管制嘛，你也在建议卫福部，恁这50个名，你也讲择优录取，就是讲吼，你择优录取应该爱全国的学生做伙啦，袂使讲国外尔。较高的你也在行政咱为台湾的民主。